更加清代貴州去了所山區，發生了所奇怪的事。一衝去了有所可能穿了掛所的怪物，有怪物噶各種程度嚟善良的人家，看所我人們幫你追誰泄露，已經給做下紅干那個綠道。這類就更加奇怪啊！依照門只有可能追誰泄露啊，看起嚟啊，就話鬼，就話恐怖。這聰明公啊，你走了從屋裏度嚟無所作上，從起嚟人也來見你起嚟個卡車啊，上下嚟無所可待咯。待到好了啊，人力人好啊，也拿人家呢個已經苦死啊來練了，一家起的超當起的有所鬧的慢蛇，公告老李啊，大家人都見過，老李吧冇卡的動物吧，但是只要老李啊有所謂的做啊，個人的做啊所使嘅。個好具有奇怪的特徵，所謂話一生的是人他，一嚟個運轉度嚟講人他就起碼有3公里長嘛，一他我哋個本來就我60年，一啲60年啊管都不理呀，一起嚟就彎彎的叫，紅葉啦。然後老林呀，一心的嘎嘎愛發光，索靈嘅，與所有卡條了嘅，上面個頭有武器啊，仲有武器就你毒氣啊，驚我羅綠老冇注意啊，那個一種個武器啊，氣啦，硬啲我你當就係嚟嘅啊，然後老林喺頭頭佢吹力啊。身高是運動人啊，脾氣的開始死的海，然後老李啊，動機加咗了對了苦潮之類等等之類，你立刻可能啊中招呀啦！不管是講我來，不管是講我，不管是到底老巴人好了，都算佢只老老李直接落去做事啊！但是齊國也嚟為了都失敗啊，為了會失敗啊，都佢只老老呢家裏啊，所以講啊，有啦話大家人啊都冇法呢只老呢啊，你做乜事？但一些衝了人啊就多有嘅少理，一講啊我係炒嘅中間啊，你啥事只老呢咯？3年都過去了，冇人敢解決回答嘢啊！而家一組說了怪物啊，用盡文明都要我，啲人有包做事只老老呢，如果你做乜事女子啊都可以寫的啊，所以講啊冇人忘記，是要你一衝了，你有那年嘅缺失。一個一只有變化，第二啦，老李，空氣的人都要忘記啊！終於有人你貼咗我崩了，你解決我的底啦。那看見是那年其實甲對我報名好搞，啲好了啊！一種頭腦精光，各種程度我老起的地起的土啊泥巴。我的索性真是死嚟要嚟，慢看正住老李代潮，我只老李啊要輸到嘢的引誘嘅，只老代老李鬼用奧數嚟做啊，跳咧就往度跌咗嘅，前兩年佢寫架卡嘅只老代老李登記啦。一古來向聖經啊，古來嘢嚟明老老的阿老，那你佢寫嘅一口詩嘅係興嘅叫神嘅，
總之老代老你硬要清下咯，大龍。看呢幾波大話，終於佢只老你傻事啊！空氣你竟然都有佢代老嘅經驗在喎，你干涉是哪裡缺失？是哪裡缺失噶？你老應用啊，驚我人啊應用。聰明人做落嚟處理只老你咧。聰明人啊，毫不代價將你配白就佢做佢綠過死你啊！啲人錯啦，摸佢只老你害過人啊！我家每做都有佢害過人，所以講一向只老你。終於對老仲話遇害啊，所以大家嚟轟轟錯我都只老你綠。但所人都風格嚟見到咯我，但偶然到咯我都做拉路。都個嘅人一必死，遲老你本身就嚟要改，啥事以後話主要做老拉碌老，但是一般啊老過，一種話拉碌你知老半啊，一種冇好冇明樣，咁冇就話你獨重的存在啊，孤嚟呢？